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6月3號。這一期咱們聊一聊中年人失業三件套。什麼叫失業三件套呢？網約車、外賣、快遞，這個被稱為中年失業者的叫靈活就業避風港，也稱之為三件套。這個我記得過去咱們說叫保安、保姆、保潔是吧？吉祥三寶。但不管是吉祥三寶還是网约車、外賣、快遞反正都是失業牛马的一個暫時的叫避風港。但是最近是吧，網上越來越多的報道顯示，這個避風港現在已經不是避風港了，外賣骑手過剩，網約車飽和，連快遞收入都在急劇下降。那有數據的，所以我們今天就講講這個叫中年失業三件套。我想失業這個詞我們每個人都不陌生，無論你現在處在什麼位置，在什麼行業，或者是在什麼部門，公務員、國企，我們99%的人，我不敢說100%，99%的人都要面臨失業或者是換工作。你在人生中一定會經歷過這麼一次的。但是反過來說，如果不經歷一次，好像也不完美。尤其是在當下人工智能現在衝擊這麼大，所以失業大家也不要避諱，也不要把它當作洪水猛獸認為自己恐怕不會遇上。那失業了怎麼辦呢？聯合早報今天刊登一篇文章，中年失業三件套還能兜底嗎？實際上這個節目我們前2天我們也聊過網約車、外賣，大家恐怕也都看過。今天我們看看这个聯合早報他是怎麼說的，從一個外國人的角度，他怎麼看待咱們什麼叫靈活就業，失業的牛馬，他們面臨怎麼樣的一個境遇。開網約車、送外賣、送快遞是近年來中國靈活就業者的主要選擇，被中國媒體稱為中年失業避風港、3大就業蓄水池。但是我們好像聊的更多的是網約車和送外賣，送快遞好像聊的還比較少一點。實際上快遞這個行業人更多，什麼4通1達是吧？現在3通1達。但隨着越來越多的勞動者湧入，這些行業正在從蓄水池變成堰塞湖，價格越來越捲，單量和收入越來越少。深圳市交通運輸局5月25日發布風險提示，稱當地網約車市場總體已飽和，提醒擬從業者理性決策。截至2026年4月30日，深圳共有網約車平台26家，已核發網約車運輸證14萬2247張，駕駛員證39萬4872張。4月日均單車完成訂單約13單，它是根據車來統計。那網約車一共是14萬，網約車司機是將近40萬。一輛網約車我理解的一天是13單，你要對應網約車司機那就更少了，網約車司機這個群體更龐大。所以深圳交通運輸局鄭重提醒有意從事網約車經營的企業與人員，應充分了解網約車相關法規政策，深入開展市場調研，客觀評估經營收益，理性審慎做出投資及從業決策。官方也提示了相關風險，例如駕駛員無法自主支配訂單流水，若公司經營不善，可能難以追回損失。也就是你要開這種租的車是吧，或者是給那個平台去打工，那你恐怕還面臨着你有1個月的錢你不一定能拿得到。就這種事，部分公司通過高流水、高月薪、輕鬆月入過萬不是夢等廣告宣傳，吸引駕駛員簽訂租車合同，駕駛員實際收入往往難以達到廣告宣傳水平，且可能因收入不符預期而選擇提前退車，進而面臨違約風險。也就是說，你要去租車開，說不定你還賠錢，你不僅賺不到錢，你接下來1個月還賠幾千，那你說這就是風險。所以主管部門就提示這樣的風險。多地網約車供給飽和，網約車市場飽和並非深圳一地的情況。截至2025年底，中國網約車平台合規持證司機數量749萬人，就將近750萬。到2025年年底，將近750萬網約車司機，超過390家網約車平台取得經營許可，辦證車輛超過320萬輛。2024年以來，重慶、珠海、大理、合肥等多地均發布過類似風險提示。
重慶市交通運輸委在2025年一季度發布的風險提示中稱，以現有訂單量規模，實際上很難支撐中心城區118000輛網約車全部參與運營，車輛運力已遠超實際需求。我讀到這個新聞的時候，我想到的是，為什麼新能源汽車這幾年高歌猛進？你想想，辦證的車輛就320萬輛，這就是個蓄水池。320萬輛網約車，那肯定都是電車，就是電車為主。那這些車你要開3年是吧，就要報廢；開4年或者開5年，那是不是就有新的車要進來？這麼大的一個池子，有報廢的，有新車進来，也就是說，給新能源汽車是提供了一個銷量。所以说，你看到新能源汽车銷量那麼大，那很多都是開网约車去了。320萬輛這麼大一池子。珠海的風險提示則指出，全職駕駛員上線營運10小時才能達到日均營收300元，扣除必要成本後，實際月均收入4000元，顯著低於當地城鎮私營单位就業人員月均工資。也就是网约車司機的收入也不香了，累出病出來，你賺的錢恐怕不比那個大螺絲賺得多。據媒體報道，为了增加收入，网约車司机工作時長超10小時是常態。事實上，中國整體網約車需求總量沒有萎縮，問題在於口罩之後供給端明顯擴張，就供需失衡了。我剛才說了320萬輛新能源汽車在那跑網約車，你想一想吧。所以我在想什麼？如果這320萬輛發生萎縮，變成220萬輛，那你想想，對應的新能源汽車它的銷量就要下降多少？這個事情，所以叫一損俱損。網約車不好幹了，那對應的就是新能源汽車有一部分銷量就要受到限制啊。那新能源汽車銷量受限制，現在你看看新能源汽車现在本來這前5個月銷量就非常是直線下滑，那你要這麼下去了，今年或者明年有主機廠要爆雷，很正常。很多事情是連鎖反應的。我們接着看這文章，他說2024年全國持證司機較2020年增長160%。但月均訂單量僅增長38%，訂單被更多運力分攤，導致單車日均訂單量下降。實際上，這個月均訂單量能不能保持一直這麼增長呢？很難。它這個是2024年的數字，我覺得2026年恐怕這個月均訂單量恐怕也就漲不動了，基本上也就穩在那兒了。因為這個大家都能理解嘛，很多人現在越來越離開城市了。都找不到工作，你找不到工作，你不在城市裡面待着，你哪兒都不需要打車了嘛。很多人去了小地方，北京、上海马路上也沒那麼堵了，是吧？比前10年來比，擁堵狀況要好得多了。那不就是都是人離開了嗎？聯合早報說，外賣大戰後騎手過剩，這個咱就不介紹了，上一次節目咱們說過了。現在注冊的有2000萬人外賣騎手，但實際上訂單只夠400萬人的。所以1600萬外賣騎手是過剩。快科技報道，外賣大戰期間，行業新增騎手超過800萬人，整體注冊騎手規模一度接近2000萬人。雷鋒網報道稱，平台要搶訂單，首先就要搶騎手，因此一度大幅提高配送費，推出現金激勵，並以月入過萬、零門檻入行等招聘宣傳吸引大量勞動者入行，推動騎手規模在短時間內快速膨脹。這個咱們以前都介紹過了。也就是如果你有更好的工作，我為什麼去送外賣？如果我是碼農，我沒失業，你送外賣再多的錢我也不去，我還不是在這敲代碼嗎？這不都是失業了嗎？失業沒地方去。據瑞銀研報說，今年2月京東、淘寶閃購、美團3平台的日均外賣訂單量約1.1億單，就是我們主流的外賣平台加到一起，一天就是1.1億單。據此估算，如果按每名騎手日均配送30至40單計算，完成這些訂單大約只需要400萬名騎手。因此，也有媒體稱，市場上已有約1600萬冗餘外賣騎手。上官新聞在星期一就6月1號的評論中引述這一數據，並指出，外賣行業曾是靈活就業的蓄水池，如今卻正在變成堰塞湖。評論稱，靈活就業本應是那些在主流就業市場暫時無法找到位置的人，提供一處可以過渡的港灣，但信息不對稱，導致勞動者無法做出理性選擇，
进城務工的農民、急需現金流的小生意失敗者、暫時失業的青年，這些抗風險能力本就較弱的群體，帶着對美好生活的樸素向往，湧入新的職業賽道，卻撞上擁擠不堪、收入微薄的殘酷現實。實際上，我前2天我在網上看到一個視頻，好像是國外的有一家公司，人家已經開發用就是無人車啊送外賣，也非常小的一個小車，你知道吧？4個輪子。這個我不知道在哪兒找，因為我看完之後就過去了。是國外的一家公司開發的無人車送外賣，它到什麼程度？沒有人，無人車它在比如說從這個餐館到那個客戶那兒，這一路上它首先自己路線規劃的時候，在路上遇到路上這兒在修路，它馬上它所有的數据都實时報到後台，服務器馬上就会更新這個數據，說這兒在修路，要繞行，修路可能要修1個月。這個車送到客戶那兒再返回或者什麼的，一路上數據都在後台，越来越聪明，就通過大數据，通過這種人工智能，這個車的效率越来越高。一个小的送餐的车，这公司叫什麼名字我忘了。每個車它送餐的路上，它就會把一路上的路況都要傳到後台，後台再進行分析完之後，再分配給前面正在跑的那些車，實時掌握信息。我在想，我說這個什麼意思？我說這就是說未來連送外賣都不需要你了，你這400萬的騎手，也有可能很多人被面臨淘汰，就像網約車司機一樣。現在都是自動駕駛，你看蘿蔔快跑還有很多。現在有時候剛開始的形式還不太完善，還不是那麼先進。但是你說假以時日吧，給他5年10年時間，這種無人駕駛的網約車是不是就是滿大街都是？開網約車都沒這個位置，外賣也一樣。所以說我們每個中年人，你不要看你現在在送外賣，你可能送外賣，你現在一個月還有1萬塊或者8000的收入，未來3、5年或者7、8年，可能你連這個收入都沒有了。這沒辦法，這就是人工智能對你的取代。如果用無人車送外賣，這個無人駕駛的網約車，那你說它省多少錢？又不需要交社保，那機器簡單，批量生產、批量維護，成本又低，關鍵它永遠不累，它一天可以幹24小時。這文章說，另一個蓄水池，快遞行業也面臨從業人員收益微薄的困境。據快遞物流行業自媒體易報網報道，2013年至2024年，中國快遞業務量從92億件增至1750億件，但快遞員現規模僅從300萬人增至約400萬人，人均工作量顯著上升。與此同時說快遞平均單價卻從2027年的28.5塊降至2024年的8元，跌幅達72%。也就是你送快遞，你的工作量是上升了，但是你的收入卻沒有什麼漲，單件這個均價還下降了72%。送快遞也不是什麼好活，當然了，你快遞這樣更是的。快遞這個行業很多，比如物流，比如庫房裡面等等，很多地方已經開始無人化了，都在用流水線或者是叫自動機器人等等，能把人取代的都取代了。所以最近好像劉強東說，我不知道這個我說的準不準。劉強東說，所有京東的因人工智能 AI 機器人而取代的這個崗位，一個都不會失業。那大概這意思啊，也就是京東要保證這些被機器人或者被人工智能取代的這些人，再給他安排工作，不至於讓他失業。但是我想劉強東這個人，他總是說這樣的大話，最後能不能做得到，誰也不知道。我感覺更多的是一種營銷。你想，京東那麼多客服，他的客服應該在江蘇宿縣，他反正他老家那兒一個大的客服基地，多少人？那客服是最容易被這個人工智能取代。那你說那客服你給他安排什麼工作？豪言壯語是吧？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很難。這個文章說，中國就業的結構性壓力，這些行業幾乎同時變得更捲，並不是偶然。網約車、外賣和快遞的共同特點是門檻低，時間相對靈活，現金回流快，能同時承接不同來源的就業壓力。據財經報道，中國新就業形態研究中心課題組去年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有77%的司機是在失業後轉入網約車行業，都是失業才去開網約車嘛，找不到工作嘛。你給他固定的一個月1萬的收入，他就不會去開網約車，對吧？這份基於13個省份5417份網約車司機的報告也提到
2024年以及以後畢業的高校畢業生，已占网約車司機群體的7.4%，也就是好多大學生一畢業，他們就去開网約車去了。你說他上這個大學幹什麼？一畢業就去開網約車。外賣行業則吸納了許多農村轉移勞動力。國際勞工組織2022年關於中國平台從業人員社會保障研究提到，美團和餓了麼的外賣騎手中70%以上來自農村地區。中國經濟增速放緩，導致就業壓力加大，外賣、網約車和快遞行業為許多暫時找不到穩定工作或急需現金流的人提供了過渡空間。但當這些崗位也開始飽和，下一個能讓普通勞動者落腳的緩衝帶在哪裡？沒有了，這就是最後的港灣都沒有了，那怎麼辦？聽天由命。為什麼這麼說？這個就是聯合早報的他的關於中年失業3件套還能兜底嗎？一個報道。實際上沒有什麼兜底，我們一定要打破這種認知。這些就像我們以前說要打破鐵飯碗這個認知，哪有什麼鐵飯碗呢？對吧？現在你回頭看看，越來越多的人已經開始醒悟了，沒有所謂的鐵飯碗，一切都在动盪不安之中。鐵飯碗都能打破，你還說兜底？有什麼兜底？兜底最後是社會保障，是刚性的，實際上就是社會保障機制給你最後的兜底，也就是你失業了，你找不到工作，你去領失業保障金，領失業金，最後能管你的生活，這個才叫兜底。所以外賣、網約車、快遞那個不叫兜底，失業3件套。就3年前我們還可以說不行，我就送外賣，脫下長衫，買個雅迪送外賣，一個月賺個幾千塊，不也挺好的嗎？但是那是3年前，現在連這個底氣都沒有了。未來3年我更是這樣，你不要說不行我就送外賣，你送外賣也没錢，也送不了，會捲到極致，訂單量會下降，送的人越來越多，网约車也一樣，快遞也一樣。所以說我們牛馬的底气是越來越不足，不是越来越足。咱們在上一個節目說了，對不對？普通的2本畢業的大學生，你說他就業多難吧？家裡沒有背景，家裡也沒有辦法托舉，只能靠自己。那你想想，這樣的人他過得多難？你的前途在哪裡？當下吃喝都成問題。但是這樣的人他不是一個啊，這樣的人比比皆是，越來越多的人迫於生活壓力，不斷的放低自己的底線。有的時候明知這個工作不好，有違反這個道德準則，有走在法律這個邊緣，是灰色地帶，他知道，但是迫於生活壓力，他又得去幹。你幹我也幹，而且互相還要比，還要卷，底線越來越低。你說他這個社會能好得了嗎？人人都知道這樣不好，但是沒有辦法，迫於生計，因為你要吃飯，沒人管你。這就是你看我為什麼我們現在越來越，你就發現這底層互害嘛。賣杨梅的这就必須拿防腐劑泡增甜，大家都知道誰也不会去管，各行各業都一樣。做包子的裡面加点什麼科技乳狠活，不加就賣不掉啊。你做湯的，湯的裡面先放點止泻的藥，這也是媒体報道的，对不对？惡性競爭。最近網上有個梗說錢不好掙，錢不是不好掙，你就是懶。說你要是早上賣早點，中午跑外賣，下午跑滴滴，晚上再幹個燒烤，半夜再搞個代駕，凌晨的時候再幹一個環衛工人，掃掃大街，天亮了你又可以去賣早點，就按這個流程下來，你想不發財都難，你就是懶。這就像那個驢一樣的是吧？驢拉磨還得歇一歇是吧？該休息還得休息，轉圈。這個梗反映什麼？實際上未來再過幾年這個梗都沒了，為啥？因為就這活都不需要你，什麼環衛工人、代駕、送外賣都會被取代。這就是我們要認真面對的，就是未來一方面叫 K 型發展，危機人工智能它會快速發展，這個恐怕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要到來。因為未來10年，你要看10年，用10年的眼光去看10年以後會是什麼一個場景。所以說你這些外賣、網約車很有可能就極大的萎縮啊，不需要人，越來越多的人失業，失業率會輕鬆的突破20%。當然了，這不光是咱们，因為昨天咱們一個節目說了，全球都受這個影響，那就看哪個國家是吧？它的社會保障機制更加完善，分配更加合理，他們就能扛得住。而中年失業，網上也有一個段子，叫人生失意的流水線是怎麼榨乾一個中年失業的人的。
或者是說一個中年失業的人他是怎么被榨乾的？先是被裁员把斗志耗光，接着就開民宿開小店把老本賠光，補償金也賠掉了，當然了也可能是在紅綠市場賠掉的都有可能，反正把老本賠光。搞短視頻創作，沒點讚沒粉絲，把心血熬光，再去送生鮮，也該去送外賣了，送生鮮，跑同城搞物流，把身體累垮，最後去做環衛工人、食堂幫工，把身體徹底垮了，從鬥志到最後身體整個的垮掉，這就是中年失業。所以我們要說回了，在就業如此不穩定的情況下，我們不要說30年了，你就是5年，你是不是要面臨着失業都很難說。那麼在這種背景下，我們堅決不能負債。所以我一直說失業不可怕，反正人人都要失業，無非你早一點，別人晚一點。早一點失業，那說不定你早一點適應環境，也能找一份工作。所以說把這失業當做一個常態化，調整心態。失業不可怕，可怕的是什麼呢？可怕的是失業之後盲動，你的人生沒有規劃好。這失業之後一着急，有種種壓力，比如說老婆是全職帶娃，孩子要上國際學校，你是家庭的唯一頂梁柱，唯一的收入來源，你這一失業就容易慌，一慌就開始盲動。什麼叫盲動？剛才已經說了，開民宿、加盟什麼火鍋店、奶茶店，跟朋友一起創業，還有的是進紅綠市場，總之賠得乾乾淨淨，有的甚至還負債，壓力更大。所以說中年失業最慘的是這種，僅失業不可怕。所以我剛才說堅決不負債，想辦法存錢，要存3-5年的錢，這個錢要保證你3-5年即便失業了，你有個基本的生活保障。實際上我們現在比什麼？我們現在比的就是誰身體好，誰能在低谷中能扛住。任何事情經濟都是有周期性的，人家只能扛1年，你能扛5年。5年一到，那很多人都已經倒下了，那個時候機會就來了，是吧？這個環境可能就變好了，經濟周期過了就開始上升等等。人家能扛5年，那你要扛6年。我們比的就是這個，一定要记住了。我們每個人要比身體，你要身體健康；第二個要比什麼？就是比扛。在經濟再不好、再动盪、再 K 型發展，人家扛5年，我扛6年；人家扛6年，我能扛7年。就看誰扛的时间長，誰呢就能熬到这個黎明。那其他人都扛不下去了，破產對吧？清算的清算，出清，你就能迎來陽光，就能看見曙光啊。所以我們現在在經濟這種形勢下，我也不說下行，反正 K 型發展，你也不知道它會持續多長時間，通縮多長時間，誰也不知道。那我能做的就是比身體，比扛，像烏龜一樣的扛進決賽，沒有辦法。而這一切都在乎自己，你不能指望着社會制度，你不能指望社會馬上就好起來，制度好起來，經濟好起來，這些都很難。所以我們只能指望自己早做打算。所以說我們還要言歸正傳，什麼中長3件套，什麼港灣，什麼托底，那都是假象，鐵飯碗都能打破。最後能拯救你的，恐怕就是銀行卡裡面的餘額，能給你提供保障的，也是你銀行卡裡面的餘額。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